大家好，我係進家居設計師 Elise， 今日會帶大家睇一睇啟德柏維森一個392尺兩房單位。今次嘅設計融合咗現代風格同埋法式典雅嘅風格，顏色方面選用咗奶白色作為主色調，酒紅色為輔助色，營造咗一種溫馨而時尚嘅氛圍。客廳特色電視圍身牆用咗法式嘅花線配搭酒紅色嘅條子做局部跳色，令到電視牆嘅位置更加突出，成為咗客廳嘅亮點。電視牆延伸至玄關嘅位置設置咗展示櫃，展示櫃運用咗唔同嘅材質，例如雲石同埋金屬，去令到整個空間更豐富。開放式廚房嘅位置，我哋用咗法式花線嘅櫃門去隱藏咗一啲大型嘅廚房電器，令到空間更統一。同時，我哋加設咗吧台嘅區域去滿足客人日常嘅用餐需要。主人房嘅色調同客廳保持一致，床頭嘅特色圍身牆用咗酒紅色嘅幾何圖形拼接咗素雅嘅花線，做咗一個強烈嘅對比。為咗減低房間嘅壓迫感，房間嘅衣櫃採用咗特色長虹玻璃，令到整個感覺更通透。細房嘅位置用咗柔和嘅粉色作為輔助色，特色圍身牆上面用咗弧形嘅線條同埋凹凸嘅層次，做咗一個滲燈嘅設計，令到空間睇落去更闊落，更有氛圍感。如果想了解更多我哋嘅資訊，歡迎 comment、subscribe 同埋 like 我哋嘅 channel。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